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最近呢，我有收到几位小娃娃来信问我，如果因为这个疫情呢，没有办法在今年的秋天学期入学的话，那我在明年春天的学期入学会不会有进度落后、跟不上的问题？娃娃 TV，我先说一下美国大学学期的构造好了。美国的大学呢是这样的，第一个学期呢差不多是在8、9月份开学，我们称它为秋天学期。而第二个学期呢，则差不多是在隔年的1、2月开学，我们称它为春天学期。我知道很多小娃娃可能是在担心说，如果我在第二个学期入学，可能会跟不上学校的课程进度，毕竟大家都已经学了一个学期了，而我第二个学期才来，所以会跟不上大家之类的。其实啊，这些担心呢都是多余的啦。因为美国的大学呢不是这么运作的，美国的大学呢没有班这个概念，每个人呢都是自己排自己的课，一门课里面呢可能会有刚入学的新生，也会有快要毕业的学生。因为学生呢要上什么课，要什么时候上都是他的自由。除了有程度级别的课程之外啦，其他的课呢你可以随意的安排在你自己觉得适合的学期去上。而那些有程度级别的课程呢，像是英文、数学的啊，就要循序渐进的去拿课，不能跳着拿。我举个例子好了，例如学校规定我必须要拿3个 level 的英文课，而我是2020年秋天入学的，预计2年后，也就是2022年的春天毕业或转学。那么呢，我第一个学期呢就需要拿 level 1的英文课，第二个学期呢就要上 level 2的英文课，第三个学期呢就要上 level 3的英文课。不是说我第二个学期才入学，我就会被跳过第一个学期的 Level 1课程，直接跳级去上 Level 2的课程哦。除非你通过学校的考试，学校觉得你可以不用上 Level 1，那么你才可以不用上。想要多了解这个资讯的小娃娃呢，可以去看我这个 Placement Test 的影片。好，那学校大部分的课程呢，也几乎每个学期都会开一样的，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时候入学呢，都一定可以上得到。就算你是2020年秋天入学的学生，也没有规定说你一定马上就要去上 Level 1的课程，它可以安排在第二个学期才开始去上英文 Level 1的课程，或者是第一个学期上完 Level 1想要休息一个学期，第三个学期才开始继续上 Level 2的课程，这些都是可以的，只是要注意课要自己排好，不要排到最后发现要毕业了，还有一些课还没有拿完，那么就只能再多读1、2个学期了。其实多读1、2个学期，大家也不用太紧张啦，尤其是社区大学。社区大学呢，可以让你读不止2年，它是提供4年制大学前2年的课程，没有错啦。而且大部分的人呢，也可以在2年内，甚至拼一点，在1年半把它读完。不过也有很多人花了3年、4年、5年、6年，甚至是更久把它读完的。当然了，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，理由也都不太一样嘛。有些人呢，可能是因为不太会读书，一学期拿比较少课，或者是一直被当掉，所以才会读这么久。而有些人呢，可能是因为家庭关系需要照顾家庭啊，或者是需要半工半读，一个学期能拿的课也比较少，所以才会分好几个学期来把它读完。那像我呢，就是读了3年。因为我被要求需要上的英文课比较多一点，所以就拖了一点时间。其实也不要紧啊，因为读了3年，所以时间比较多。我最后1年呢，每个学期呢就只拿2、3门课，而且还有一些是娱乐的。这样子呢，我可以提高我的学习品质，分数呢也可以拿比较高一点，自己也不会被课业压得喘不过气来。好啦，如果有对选课排课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可以参考我这个影片，看看我是怎么排课选课的。那如果大家还有任何的问题呢，也都欢迎留言问我哦。我是 Lisa，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或者觉得有帮助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加分享。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，也不要忘记帮我按一下订阅，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。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也可以去帮我 follow 按一下赞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